收睇東亞財經訪談。市場都預住喺今年嘅餘下時間，美聯儲會繼續減息。咁喺匯市有啲咩投資嘅商機啦？即刻同東亞銀行財富管理處高級投資策略師黃燕學傾下偈㗎。Angela 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啊！市場預住咧，其實喺9月份啦，同埋下一季嘅時間咧，美聯儲都會係減息㗎。但係個減息步伐係點樣？你會點樣預期啊？其實咧睇翻咧市場咧都預期咗今年內咧美聯儲咧喺嚟緊咧下半年嘅時候咧會減息2次嘅，咁尤其是咧就係今個月份咧減息機率咧都相當之高嘅，咁啊亦都係睇翻咧美聯儲咧嗰個貨幣政策立場咧，主要咧都睇翻咧有關美國嘅經濟數據表現，咁當中咧見到咧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咧最關注咧就係當地嘅一啲叫就業數據啦，咁暫時去睇咧好似確實咧有一啲走弱嘅情況啊，咁所以如果嚟緊呢幾個月咧講緊個經濟數字咧，因為美國關稅嘅影響咧加大嘅話，或者變得越嚟越差咧，我相信咧美聯儲咧應該有一個持續減息嘅意向，甚至乎咧如果對比翻其他嘅主要經濟體系咧，有關嘅減息嗰個步伐咧，可能比其他國家或者央行咧嗰個減息步伐為之快嘅。咁所以整體以呢個角度去睇咧，可能咧美金嚟講咧，可能嚟緊嗰個走勢咧就偏中性啦，或者偏弱嘅情況會發生嘅。但係咁其實年初至今咧，美金都已經跌咗成1成咁多㗎啦。反映咗呢個減息嘅預期未啊？或者反映咗幾多咧？我相信咧，如果講緊咧年初至今咧美元個弱勢咧，主要係反映翻之前咧大家覺得咧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嘅美國關稅政策咧，可能有一啲不確定性，又或者咧擔心咧嚟緊個市場嗰個走勢。咁現在某程度上有關嘅擔心咧，其實有所緩和嘅。不過嚟緊咧下一個焦點咧，大家就關心咧就正如我所講啦，美國對其他國家實施關稅啦，咁但係對當地自己美國嘅本土嘅經濟咧，其實都會受到打擊嘅。咁究竟咧實施關稅之後對美國經濟嘅打擊有幾深，又或者有幾多咧？咁呢一樣嘢咧先會影響咧，就係真真正正大家關心咧，就係美國嘅經濟表現。當然啦，從而咧了解咗美國嘅嚟緊最新嘅經濟表現之後咧，就要睇下啦，就係美聯儲嘅貨幣政策啦。咁所以咧，如果咧我哋咧留意到咧美國嘅經濟表現當中，尤其是就係就業數據啊、GDP 數據啊、零售銷售啊，最後就係一啲通脹數據等等。如果逐步變差嘅話咧，相對嚟講咧，講緊美聯儲嗰個減息意向咧，或者嗰個減息意欲咧，應該越嚟越強烈嘅。喺咁嘅情況咧，對美金嘅睇法咧，可能咧就會咧睇得淡少少啦。有市場預期就係話可能9月份咧一下就減半厘嘅，你係咪覺得係1/4嘅機會比較大咧？咁同埋你話可能持續都係比較睇淡美金啦。咁弱到咩水平咧？最終可能喺年尾嘅時間。如果咧我哋咧睇翻咧利率期貨市場價格反映翻咧嗰個減息機率咧，喺9月份美聯儲減息咧個機會率相對之高嘅。咁但係咧講緊減半咧，即係話一減2口嘅機會率咧，相對咧就唔太大啦。同時間咧，如果睇翻咧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之前咧嗰個立場咧，亦都睇到咧佢都幾睇得緊咧，就係嗰個經濟嘅表現。雖則咧見到確實咧係有所放緩嘅有關嘅經濟，咁但係咧又未去到咧即係一啲叫做好極端嘅情況。咁所以係啊，咁所以咧未叫做係差咗，但係又未去到咧好差嘅情況咧。咁所以嚟緊咧，相信咧美聯儲會唔會咁大刀闊斧一次過減2口嘅利息嘅決定咧？我相信機率咧就唔太大，反而咧我哋可以留意翻咧9月份咧公佈嘅點陣圖，咁啊可以睇翻咧嚟緊咧佢貨幣政策嘅部署，又或者咧要睇翻咧嚟緊無論係今年年底或者出年年頭嗰個減息，究竟會唔會有個持續性嘅傾向喺度㗎？咁或者美金要落到咩位啊？其實咧，如果睇翻咧美國嘅經濟咧，一如預期咧，有機會咧逐步向下走嘅話咧，相信咧美聯儲個貨幣政策咧嚟緊咧嗰個減息步伐咧，理論上應該會行得快啲，甚至乎咧會有個持續性嘅傾向。咁美金嚟講咧，暫時咧我諗個支持位咧，美匯指數可以擺翻喺咧，就係之前咧都曾經跌咗幾次，都企得穩嘅96.50呢個水平度嘅。嗱咁如果睇淡美金咧，調翻轉就直接諗非美貨幣係咪可以睇高一線？係咪得呢個原因咧？定係話其實譬如歐洲啊或者英鎊呢啲，仲有當地經濟嘅支持因素咧？我相信咧頭先你講咧第一句説話咧，確實咧係有一啲支持點嘅，因為始終咧你見到美金一走弱咧，一眾嘅非美貨幣咧確實咧係獲得嘅支持，始終咧都有啲資金嘅流向啦。咁所以咧，如果美金咧嚟緊咧仍然咧保持翻偏弱嘅走勢咧，整體嚟講咧應該非美貨幣咧我哋咧可以睇高一線嘅。你會揀咩咧？
正正咧，如果你話睇翻嗰個非美貨幣當中咧，咁我相信咧，可能歐元啦或者英鎊咧，我哋可以睇好少少嘅，因為始終咧咁啊歐元咧同美匯指數嗰個關係性相對都比較大啦。咁大家可能知道啦，美匯指數咧超過有一半嘅成分咧都係歐元嚟嘅，咁所以以美元繼續走弱嘅大前提底下咧，咁啊講緊咧對歐元嚟講咧，確實係有所支持嘅。再者你睇埋佢嗰個經濟面啦，咁啊你見到佢個數據暫時去睇咧，未叫做好強勁，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比翻年頭，又或者之前啦，未有呢個關稅政策之前咧，咁相對咧歐元區嘅經濟咧確實咧就變得穩定，係慢慢向好嘅。咁所以咧理論上個基礎點咧，嗰個經濟面咧，咁理論上咧都可以咧見到佢越嚟越有改善嘅。再加埋咧，之前咧德國政府咧亦都公布咧將會咧就係實行咧就係推行5000億歐元嘅基建基金嘅計劃啦。咁啊會買翻啲軍備啊等等嘅情況啦。咁呢一樣嘢咧都會中長線咧就係帶動翻咧有關歐元區嘅經濟。咁所以整體上去睇咧，暫時你話基本面咧歐元區嘅經濟咧未必咧真係好大。不過咧喺美元咧睇淡嘅大前提底下咧，對歐元嚟講咧確實係有所支持㗎。嗱，不過咧而家最新嘅經濟數據顯示咧，歐元區嘅投資者信心指數已經係-9.2啦，5個月最差。所以頭先你話其實經濟基本面可能係穩定，但又未必會太強勁，所以對歐元嘅支持係咪亦都有限呢？確實係咁樣嘅。嗱，我哋可以分幾點去睇啊。以經濟面嘅支持咧，仍然咧都係咧叫做相對比較弱，咁但係冇之前咁弱。嗱，呢個咧就理論上咧對投資者嚟講咧都係一件好事嘅。不過你話數據面上咧就暫時嚟講咧都未係好滿意，呢個確實係事實。但另一邊廂就係頭先講到啦，美金走弱呢個走勢咧，其實對歐元嚟講咧，確實個影響性咧都相對都大嘅。咁所以咧理論上再加埋頭先講啦，一啲叫做經濟刺激嘅政策咧喺歐元區裏邊實行咗咧，我諗整體上去睇咧，其實咧歐元咧嗰個整體走勢咧都仍然咧可以睇得咧就係偏好嘅。好，唔該 Angela 大家分析。嗱，咁至於香港人關心嘅英鎊同埋 yen 咧，我哋下一集再講。